攞車啊，好似喺馬拉咁啊。好啦，而家泊車。都係營銷成功嘅一部分嚟。幾時喎？呢套劇咧，大家嗰個嗱，注意冇悶嘅。啲小演員咧，當年嘅小演員全部都係變成咗亭亭玉立嘅大人啦。大家嘅演技啊，嗰個方式咧都係談論嘅焦點。因為細個嘅時候咧，慣咗睇電視泊車好耐㗎啦，好彩呢架仲有 sensor， 有嘟嘟聲。之前喺泰國揸過連嘟嘟聲都冇嘅。仲有實體鎖匙嘅，真係好唔貴，鎖車。馬來西亞國產車 ，OK 嘅。佢所帶嚟嘅身體反應，相當於進落停車場，由7樓落到地下。相對較低，心臟嘅疾病嘅發生率咧，亦都會減少。轉，甚至可以延長。同體好實嘅，真係覺得好大喜訊。揸咗2日咧，嗰個背脊呢個位咧已經痛緊地，因為咧呢個咁樣出嚟發。即係望實一個靚仔，一個啊，即係唔乜嘅，唔係即係唔同靚仔得嘅，啲靚仔，但佢唔喐嘅，即係唔係邊，即係唔係佢冇講。你每日做節目冇單車就2個人，要求唔使咁高嘅，最平嗰啲車已經夠玩㗎啦，夠裝晒行李。如果你凝視一個人10分鐘咧，哇！終於落到嚟啦！好長，嗰10分鐘咧，你可能會產生心跳加速啦。其實2分鐘都好長，唔好話10分鐘。係啦，咁但係佢係可以，你可以轉嘅，即係好似咧靚仔。哦，30年前、20幾年前啱啱學揸車嗰陣啲師傅車嗰啲咁，好化學鏗鏗聲。喺網絡上或者係平板上先至可以。唔係喎，我覺得係一個商機喎。即係有呢個醫學研究咧，即係嗰啲門市可以貼出嚟咧，嗰啲。好啦，落到嚟啦，我哋酒店 check out。咧就點樣佢當咗你身邊嘅循環咁樣噶嘛？我就咁貼出嚟。車嚟到機場。我哋幾多號？準備還車。400。咁係入門有嘅。